龙头医生鳌，龙头医生叫做鳌仪，鳌头独占，鳌头独占，鳌仪。开台圣王郑成功在新营的庙，滴水溪北边，在基民医院北边。公元2018年农历是正月初一就开始活动到16了。哦，有请黄俊雄布袋戏来演，有请民歌的歌星来歌唱，请南美洲安第13的乐团来表演。南美洲的乐团来表演，有我们本地的民歌歌手要来演唱，还有黄俊雄布袋戏要公演。黄俊雄布袋戏是民国50、60年代很有名。时间正月12号，正月12号。